中英国教机是国机国造的代表，汉翔董事长吴开宏今日亲身自坐这拄出厂的中英国教机呢，总共有4台做回去到台东的志航基地，完成今年的交机目标。也若这中英国教机明年也正式代替 F5战机，培训未来的飞行官。3架中英国教机地伫边仔，总计4架引擎编队飞行，提升士气。汉翔负责打造中英，今年是交机高峰期，目标交机17架，目团出变定交机进度延迟。汉翔董事长吴开宏重视这行动破除团圆，在你亲自坐拄出厂的中英同齐飞往台东志航基地。针对第3达成今年交机目标，汉翔表示，中英生产拄到欠料问题，一直到今年11月20日，将关键欠料移除到位，锁定随时透明组装。高积极的地面测试已经交付空军的飞行机，由汉翔总工程师带领工程团队前往台东，甲中英微波团队积极提悬机队投产率。之前也有媒体朋友好心的帮我们担心了啊，就说今年怕交不完，很可能恐怕是不太可能能够交完了。可是，在我们今天，刚刚各位可能也看到了，就是说我们交出了尾号从124一直到127的4架飞机，那就是今年的最后4架。马孟军强调，汉翔战略官工有源确保惠安第一。伫国内产业普遍落价的情况，汉翔的营收数字到今年11月是357.95亿，继续翻新历史新高纪录。面对明年同款时量产高峰期，爱交机18架，汉翔有信心维持高产量运作。专家分析，关键伫汉翔投资购改 F16V，特别进入尾期有更较侪燃料会当运用。现在，既然凤长告一段落。那永鹰号高教机，我认为在品质上应该更可以做严格的控管，因为如果在进度上在赶工的状况之下，有些东西我们讲到的不是那么的严谨呐。那我们希望，因为它是给新进的飞行员在训练上之用，所以在这一方面，我认为要严谨一些。中英明年正式承接 F5，正做培训飞官的任务。也毋过中英欠雷达后天器、阻力线，这拢是国军主力战机的配备。中央电提醒，可能影响飞官连接操作战机，需要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